我哋成日話君子報仇10年未晚啊，或者咧有仇不報非君子。君子真係記仇？君子報仇嘅咩？究竟真正嘅君子係乜嘢咧？喺現實嘅生活裏邊，任何地方處境總係有君子同埋小人。喺你認識嘅人裏面，總係有一啲人你想多見佢一面，亦都有一啲人令你吃不消，唔見都冇所謂啦。與君子交往對你有正面嘅影響，同小人相處隨時令你失常。有啲小人精於心計，害你於無形。出事嘅時候就會甩你鍋，要你同佢孭鑊，你仍然懵然不知，仲將佢睇成大恩人咁。無論點，無論你係咪中意，總有一兩個小人喺你身邊切磋咁轉。人品正直、品格高尚嘅，被視為正人君子。孔子認為君子具備以下嘅條件：第一，君子儀容要端莊，舉止穩重，有過則改，成為人哋嘅榜樣。第二，君子以忠信仁義為行事為人嘅原則。第三，君子言行一致，重視實踐。第四，君子嘅心境坦蕩，光明磊落。第五，君子待人成人之美。第六，君子為學勤力有恒心，求本身盡德而唔誇炫自己嘅功德。第七，君子凡事嚴格要求自己而唔苛責別人。但係君子咧，有真君子，有偽君子。真君子通常人格高尚，表裏一致。偽君子滿口仁義，好似衛道之士，但係私底下卻心懷不軌，無惡不作。偽君子對人大方得體，行為端正高尚，待人處處忍讓，但係骨子裏小氣記仇，表面客氣，心裏面想你死都唔定。佢會出爾反爾，為咗脫身同埋自己嘅利益，不擇手段。偽君子少做善事，偶然佢會裝模作樣，體察民情，體驗民間疾苦，然後講一啲風涼嘅説話，做咗一件半件嘅好事，就急於公告天下，唯恐天下不知。佢面對外人喺公眾場合，鎂光燈下正義凜然；面對屋企人同自己嘅同事下級，就張牙舞爪，露出本相。耶穌指責兩種人，話佢哋好似粉飾嘅墳墓，外面好睇，但係裏面污穢。耶穌話：你哋呢啲假冒為善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好像粉飾嘅墳墓，外面好看，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嘅污穢。喺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，裏面卻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法利賽人係偽君子嘅典範，有時偽君子同時亦都係真小人，自己唔願意遵守法律同埋道德規範，卻要求人哋守法守規矩。真小人為自己嘅着數而唔理人哋嘅利益。真小人中意搬弄是非，野心大，心胸狹窄，有錯總係唔承認，仲要諉過於人。耶穌提醒門徒要提防偽君子、真小人嘅影響。佢話：你哋要防備法利賽人嘅教，就是假冒為善。中國古人對君子小人有好多精彩嘅描寫同埋比較。孔子話：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，係指到君子心胸廣闊，氣定神閒，小人斤斤計較，患得患失。點樣分辨君子小人呢？以下嘅描述值得我哋去參考，但係唔好用佢哋嚟判斷你嘅上司、你嘅同事
屋企人同埋弟兄姊妹，要用佢哋嚟到檢視自己，否則你就係小人啦。正如《論語》話：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明代方孝孺形容君子之為利，利人；小人之為利，係利己。禮記亦都話：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。即係話君子中意音樂係為咗提升道德修養，小人喜歡音樂只係滿足私欲。換句説話講，君子樂在精神嘅修養，小人樂在自私嘅慾望。論語話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即係話君子能夠同人和睦共存，卻唔會盲目苟同；小人盲目苟同，卻唔能夠同人哋和睦共處。論語又話：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意思即係話君子泰然自若而不傲慢自大，小人驕傲自大而唔能夠坦然自若。資治通鑑嗰度講，佢話君子協財以為善，小人協財以為惡。君子用佢嘅知識才幹做好事，做正確嘅事，但係小人呢，恃才作惡多端，做好多嘅壞事。論語又話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即係話君子辦事大公無私，唔會為私利去包庇錯誤或者討好人而徇私枉法，但係小人辦事徇私舞弊，為私不為公。宋朝嘅歐陽修又話：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，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。歐陽修認為君子以共同道義原則去結識朋友，小人則以共同嘅利益嚟到建立友誼。論語講：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君子同小人嘅價值取向唔同啊！君子處事待人明辨是非，小人處事待人就一定會計算金錢利益。論語亦都話：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意思即係君子小人追求嘅人生目標同埋內涵唔同。君子上通仁義，追求正直公義；小人下通財利，追求慾望滿足。中國古人仲有好多關於君子小人嘅描寫同埋比較，我哋唔能夠喺呢度一一盡錄。其實君子小人呢兩個字喺聖經裏邊咧絕無僅有，同君子小人類似嘅咧，箴言作者通常用惡人同埋義人嚟到去描寫去形容。譬如箴言嗰度話：人靠惡行不能堅立，義人嘅根必不動搖。箴言又話：定惡人為義的，定義人為惡的，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。跟住箴言作者又話：刑罰義人為不善，責打君子為不義。喺箴言28章嗰度講：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，義人卻膽壯像獅子。無論點，宋代嘅朱熹話：君子與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，分油之不相入。簡而言之，君子小人唔可能共用。你係君子就係君子，係小人就係小人。